告算是第二次啦，早上有一次这次算第二次他会有一点紧张到时候再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在讲道开始之前，我们先再一次来祷告。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一同到你的殿里面来聚集，让我们用歌声来彼此敬拜。主，我们知道当我们同心合一敬拜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每一个人赞美你的容貌的那个面向里，再一次看见你的荣光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在我们的诗歌，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经历你的同在。我们也要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来光照，使我们获得力量来面对我们生命、我们信仰的困境。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1到19节，这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他就是在描写使徒保罗，他还没有变成使徒之前叫做扫罗，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子跟复活的主来相遇，以至于他接受这个很神奇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既主观又客观的经验之后，他蒙召来成为一个使徒。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读，我们刚刚有一起读，不知道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事情？当我在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不自主的会想起我生命当中那一些被上帝触摸的经验，特别是想起我第一次在祷告里面，然后我祷告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哇，这个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虽然没有直接的回应我的祷告，不过他让我的心情变得很平静，他给我勇气能够去接纳我眼前面对的那一个失败，那一个看起来一个生命状况很糟糕的自己，让我能够重新再站立。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想起这样子的经验。我想或许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老实说，一个人的信仰历程一个人的信仰生命的历程非常的长。有一些人他如果是一出生就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可能是从0岁从0岁到80岁或90岁都要走这个信仰的历程。或许一次的感动，这种一次的感动，它会不会慢慢的退去了？慢慢的退去了，这种感受很强的能力，它会不会在这个历程当中慢慢的消失了，以至于我们对上主、对信仰、对我们的教会生活，渐渐的进入一个不热也不冷的状态。这就是我在思考的，跟上主相遇的那种感受，那个强烈的感受，有没有可能会过期？有没有可能它像是有保存期限一样？比如说过了这个礼拜就过期了，之后我们就要再重新的在这个信仰的历程里面茫茫的追寻，直到有一次好像是很好运这样子，上主又来亲近我了，我又被充满了，我又感受到了一些什么来被充电了。我想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保罗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他做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我们看保罗的生命，我们看他的书信来了解他，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意识到，他所有的神学的关怀或是信仰的实践，都围绕在同一个原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他跟耶稣基督相遇的经验。我们今天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一起来探讨，透过保罗这个被光照的经验，透过亚拿尼亚来去扶持
这个被光照的人，我们要再一次来看，再一次来一起听这一道亮光对我们追寻真理的那个态度所带出来的提醒是什么？我们要一起来听这道亮光对我们追寻真理的时候所发出的呼吁是什么？盼望我们就在这当中再一次的来被主光照，来恢复活力。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知道在耶稣升天之后，这个耶稣的运动它并没有马上消失。在第一世纪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群体其实有很多弥赛亚的运动，那蛮多都是只要带领的这个领袖已经被抓了或是已经死了，这个运动就渐渐会退潮，那个热度就会不见。但是耶稣运动不一样，因为在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后，这个运动反而更加的复苏。特别是在五旬节过后，我们可以看见圣灵降临在耶稣的门徒身上，很快的，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一下子就有好几千个人又再一次来信主。不过与此同时，那一些反对以前耶稣的这个群体的势力呢，也一样在运作。这些势力是谁呢？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反对他的那一些祭司长，反对他的那一些法利赛人的宗教领袖。在这一些人的当中，其中有一个最热心的人，这个热心的人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读的主角扫罗。为何我会说扫罗他是迫害耶稣信徒最热心的人呢？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就能够知道，当耶路撒冷的大压迫开始的时候，许多的信徒就散开来，他们往耶路撒冷的城外开始逃命。有一些人逃到犹太地区，有一些人逃到大马士革地区。大马士革其实是一个跟希腊外邦人交界的一个地方了哈。那我们看保罗，他在这里多么的一个狠啊哈！他并没有要放过这些人，他去见大祭司，因为当时的大祭司有权利，他们有宗教的自主权，可以来管理自己宗教的事务。他去见这些大祭司，跟他说：“请你给我一个函，给我一份公文，让我可以去到各个地方的，特别是大马士革的犹太会堂里面去，我要去搜捕那一些人，我要去搜捕那一些跟从耶稣道路的人。再来，他又说，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我都要把他押到耶路撒冷去。”其实保罗的意思非常的清楚，他就是要赶尽杀绝，他就是期待耶稣的跟随者最好一个都不剩，一个全部都消失。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看到了一个极大的反转。其实使徒行传的作者在这个书信之前为我们铺陈了很多次，告诉我们扫罗如何不可能会成为耶稣的仆人。他不断的在堆叠这个加重这个印象。但是到了第9章，一个奇妙的经历来了。经文说，快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候，保罗他经历了一个大光，大光照耀他，那他就俯伏在地。接着他又听到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迫害我？”扫罗就说：“主啊，你是什么人？”那个声音就回答他：“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扫罗。”弟兄姐妹，这个对扫罗而言不在计划之内的偶然的事件，不只是对他很有影响力，老实说，对我们也非常有影响力。如果没有这一道光来去光照扫罗的话，我在想，初代教会的信徒或许真的会被他抓光光，因为他的决心是那么的强。再来，如果没有这道光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基督的福音
他会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去传到外邦人那里去，来发挥影响力。我们甚至也没有办法来读到扫罗的书信，认识在这些著作里面重要的神学思考。我们可以说，在大马士革路上的这道光，就是改变扫罗生命最要紧的那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改变其实相当的不简单。我们如果去书店我们进去里面看，你一定可以找到非常多教你要如何改变自己的书。因为我自己其实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想要调整，所以我最近就关注一些习惯怎么调整的书。我发现有一些书跟我说，只要21天，你坚持21天，你就能够戒掉一个习惯。那当然要天时地利人和。他说，你要先决定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接下来你要改变你的环境让你的诱惑因素减少，然后坚持21天。那有一些书跟我说，不是那么简单呢你如果想要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自我认同改变你的生命状态，你要坚持180天。哇，这个难度一下子拉得很高180天还是21天才有办法改变，才有办法戒除或者是建立一个习惯。但是在经文里面我们看扫罗，他的改变唯独靠一个重要的生命经验，就是在这个大光当中跟基督相遇的经验。我在想，扫罗他真的很特别，使徒当中只有他这样子被呼召，承接特别的任务，而且这道光照扫罗的大光，今天还持续因为他的见证来被传讲，来被讨论，继续延续。接着如此，这道光就继续使我们能够从那里面看见一些什么，听见一些什么，来跟耶稣基督来连接。首先，我们要一起看看这道光照保罗的经验，带给我们在奔走信仰路程上面的态度有什么样子的挑战。若我们从保罗的角度来切入，我们会发现这道光照保罗的经验，首先要我们去思考的就是在我们不断的追寻真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要学习怎么样子瓦解我们专断的眼光，还有跨越我们既定的框架。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这道光让扫罗变成了保罗，扫罗跟保罗是同一个人，可是他们看待事情的视角却完全的不同。扫罗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受拉比训练的人，他出生在很严格的拜在很严格的拉比的师傅的门下，所以他对这些半路出家的耶稣基督的追随者，这些没有读书的我们说俗人他看不起。他觉得那一些人怎么可能会说他拥有真理？然后突然莫名其妙冒出来一个人说自己是弥赛亚，他觉得这根本就是谬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跟保罗其实一样对上帝热心，但是他们的差异就在于他们看事情的角度不同。扫罗非常的认同他自己的民族信仰，这使他发了很大的狠劲，他想要捍卫他的民族信仰的正统性，来把这一些奇奇怪怪的耶稣的追随者，他看作是异端的人，全部抓起来。但是这道光，这个经历完全反转了他，完全改变了他。这道光一照下去，让他知道，原来他的民族所苦苦在等候的那个弥赛亚，不是别人，真的是这一群凡夫俗子在传讲的那一个耶稣啊。扫罗的态度
一直是在大马士革被耶稣光照之后才反转。他在经文里面这样说，他趴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什么人？”当他说“主啊，你是什么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意识到，他就已经确认，那个使他陷入这种神秘经历的那一位，不是别人，就是主。因为在他过去的生命经验里面，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只有主能够办得到。但是那一头的声音，回答他的声音，也让他大失所措。你们是保罗的话，应该也会吓一跳，因为那一道声音跟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弟兄姐妹，我想现在保罗他的头很大了，因为他的老师曾经也警告过他们，他的老师加马列曾经在使徒行传的5章告诉他们说，现在这件事情这个运动又再起来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我奉劝你们最好先不要管，因为如果是出于上帝的你挡也挡不住。如果你们再继续压迫他们的话，你们就是敌对上帝了。所以扫罗他自以为在做他信仰实践完全正确的事情，不过现在他理解了，他其实是在敌对上帝的那个人。在我们生命的信仰的历程当中，我想都会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会对我们自己的对信仰的知识，或是对服事的技能有所把握而感到自满。我想保罗或许正是在这个时期里面。我自己也有，我有一个时期非常的自满呢，那时候是血气方刚的这个大学青年。那因为我也是大专团契出身的希望我分享这个故事，你们不要对大专团契有不好的印象。大专团契会好好的训练，就是我们的学生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理解圣经在讲什么，然后去思考我们的处境要怎么跟圣经关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完全很棒就是了。那可是被我用的不好了因为当我拿到了一些工具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原来圣经这样读才是对的，原来这样做才是最棒的，所以我就变成一个比较自满的年轻人。当时候我们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底下也在写我的讲道片用他同一段经文，我在写我的讲道片。那更羞愧的是，在这个礼拜结束之后，我还会跑去跟牧师说：“牧师，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这个角度切入不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样去讲这样子。”想起来羞愧的是，因为我总是礼拜讲道的时候去，接着拍拍屁股就走人。我可能在这个程度上面，我看清我们家的牧师，但是当我成为一个服侍者，当我成为一个牧者之后，我发现我们家的牧师他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非常的委身，非常的用心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而我这个拍拍屁股就走人的年轻人，根本没有资格对他有任何的不尊敬。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成熟了，我会觉得我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很糟糕。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样子的时期里面，我们或许会觉得自己已经能够掌握真理了，我们或许会觉得真理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当成是武器，来去修理那个谁，修理那个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我在想，这样子的信仰生活，这样子的生命历练，它当然会失去色彩，因为我们只会对我们身边的人一直很不满意，一直很生气。当然，在我们信仰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累积许多的信仰知识，来达到比较成熟的状态。我们可能会历练服事的技能，但是当上主的这道光照射下来的时候，如同它照射在保罗身上一样，照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被提醒，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抓住真理的全部，我们永远都只能够跟随真理的足迹来去行走。一个很重要的后现代的神学家约翰卡普托，他也是这样说：我们只能够跟着真理的足迹来去走。那个足迹是什么？那个足迹就好像是踏在沙子上的脚印，我们只看得到那个脚印在哪里，往哪一个方向走，我们看不到那个在踏沙的那个上帝。这是保罗的这个光照的经验给我们第一个提醒：我们在信仰的追寻的历程里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打破我们专断的眼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思考，我们是不是有既定的框架来反对福音了？因为保罗的生命正是这样。第二，我们从经文里面的另外一个主角亚拿尼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了这道光对我们追寻真理的第二个提醒。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里面跟保罗这种宣教英雄的这个设定这个角色的定位差很多了他顶多就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就是这边出现之后，他就很少再出现，或再也没有出现了。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信徒，唯一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是扫罗原本要抓的那种人，然后他完全符合条件，他就是扫罗要抓的那种人。当这一道映照在保罗身上的光，当这道光映照在保罗身上的同时，其实在城内也悄悄地映照在了亚拿尼亚的身上，并且替他带来了一场极度不简单的信心的考验。经文说，亚拿尼亚在祷告当中领受，他得去见一位在外面恶名昭彰，处处对基督徒不利的人。他不是没有挣扎，他在祷告里面也跟上帝说，跟耶稣说：“耶稣啊，这个人我听说他很，年轻人说他很汤呢，他很不好，他就是要来抓我们的呢。你要我去见他吗？”这一场会面，他跟保罗的会面，除了在祷告当中的领受之外，没有其他的合约保证书能够保障他的安危。但是我想，这就是亚拿尼亚的不简单的地方。对不起，这个好像没有电了。好，感谢。这就是亚拿尼亚不简单的地方，因为信心对他来说，并非只是头脑理智上的事情。我们看到信心这个字眼，我们通常就会觉得就是相信，理智上的相信，不管怎样就是相信。但是其实信心不只是在这个层次上，对亚拿尼亚而言，那个信心是出自于他真正的全部交托。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在那个未知的旅程里面，我们能够对上主的恩典，对上主的作为肯定，以至于我们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能够很安心、很平安，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被接住。这就是亚拿尼亚他的信心。透过亚拿尼亚，我们再一次来统整这一道光照的经验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挑战就是要我们对上主的旨意抱持开放，并且要以信心来跟随。保持开放的心态，还有跟打破专断的眼光，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在保罗在亚拿尼亚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两面性，一个是打破他自己的专断的眼光，
一个是保持一个是保持开放。但是唯有透过亚拿尼亚的行动，我们才会被提醒，应该说更加的被提醒，在我们踏上信仰的道路的时候，如果没有用信心来跟随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未来不敢先肯定上主的恩典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很难保持开放，我们也很难打破我们专断的眼光。接着我们要来一起听听看这个亮光的经验对我们追寻真理的时候所要发出的呼吁。下一页，谢谢。好，有了。这道亮光，所要发出的呼吁是什么呢？我们要从保罗他的状态来看见这个呼吁。保罗他被光照之后，他的眼睛是暂时看不见的。老实说，这样子的暂时看不见，正是显现出他生命真正的样貌。因为他确实被他自己专断的眼光给抵挡了，致使他没有办法，致使他好像眼睛是能够看到的，不过他却是瞎眼的。这道光上主的光，很像是医院里面的 X 光，对不对？他能够将保罗他原本的样貌是什么，真实的状态是什么，啪一拍，全部都展现了清楚。他显现出来的就是保罗的当时的状态，就是一个瞎眼的，因为他看不见那个真正的弥赛亚，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的感官被关掉了之后，他其他的感官的能量就会变得更加的灵敏。当保罗没有办法看见的时候，或许他的听觉就非常的发达。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合理的怀疑，保罗一直到这个时刻，才真正的愿意听，才真正的愿意听，或是真正的听到这个来自耶稣的声音。在他还拥有自己专断的眼光之前，在他的感官还没有被关掉之前，他或许是不愿意听，或许是他听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道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是要呼吁我们。老实说，我们在上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在上主的面前，都应该要真真实实的来跟他交往。我们自己有什么样子的状态，我们的缺失是什么，上主他一清二楚。当他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或许才会从那个自欺的状态来脱离出来，我们才看得见。因为我们人其实很喜欢活在一个虚假的里面，我们不习惯被看得太透彻，我们习惯保有一点神秘感，我们不习惯去直接的面对我们生命最不想要去触碰的那一块。但是当上主的光照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非得要面对。这个状态或许让你会很不舒服，但是这个状态却要带领你进入真正的平安。在保罗被光照的这个的经验里面，我们也再一次被提醒。我们也再一次被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其实不只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我们也连结于永恒。这样子的光，它其实在呼吁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真实的站在上主的面前，并且一起追寻永恒，也就是追寻上帝国的价值。因为这样子的态度，这样子比较好的做法，才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自己跟别人真实的和平里面。当保罗他再次看见的时候，经文说他的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了，然后他就可以看到了。这次他的看见是真正的看见，因为他看见弥赛亚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奔走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一开始我们在讨论，我们到底要怎么保鲜保持我们对上帝的感受的那样子的新鲜度。我想我们在追求的不是一个更强烈的感受，我们在追求的不是一个更神秘的经验，我们在追求的是不断的来被上主的光来光照。我们需要被上主的光不断来光照，以至于我们能够比较持平稳定的踏在我们的信仰路途上。保罗是这件事情上一个很棒的老师，我们看他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呢？在保罗的书信，或是在保罗的宣教的历程当中，我们看他不断的在回溯他自己被上主摸着的那个经验，他不断的回溯，不断的讲，不断的在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个真实的感受非常重要。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这样做，我们的生命也应该不断的来回溯我们自己被上主摸着的这些经验，我们要不断的讲，不断的解释，再解释，以至于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认同这个经验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的真实，它是拿不掉的。接着，我们需要透过信仰反省来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信仰反省，真实的面对自己，其实也是真实的跟上主来团契。这样子的反省的能力，将能够使我们常常被上主的光来光照。我们在大安中心所做的事工，老实讲，每一次的聚会，我的心态都是这样，我都会觉得每一次的聚会是帮助学生能够在这里认识上帝，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是接下来，他们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后，他们回到教会之后，他们的生命怎么样？他们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有没有办法也自己透过信仰反省，来被上主的光来光照？被上主的光光照并不舒服，因为它会显现出我们生命真正的样貌。我刚刚说过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被看得那么透彻，我们都希望常有一点点隐私。但是透过保罗这一道光照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谁都躲不了上帝的映照。我们在上帝的映照面前，我们其实可以真实的做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很真实的在上帝的里面处理我们生命的议题。这一道光的照耀，其实要邀请我们再一次来踏上一段信心的旅程。或许我们会跟亚拿尼亚一样，去做我们理性判断上不会去做的事情一样，来去经历上主真实的同在。最后，我想要用保罗自己的话来当作总结。他在罗马书12章2节也这样说，他呼吁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能够查验何谓上帝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个更新以及变化，它不是指一次的更新、一次的变化，而是说不断的、一再再的、一次又一次的。这就是我们在信仰旅程当中，在走的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保持活力最大的关键。我们一起来祷告。上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的光来映照我们，让我们所有的虚假都显现出来，让我们在与你的关系里面没有惧怕，能够袒露我们自己，能够去处理我们一直跨不过去的那个生命的坎，能够依靠你，甚至能够与你拉扯，与你抗辩，与你一同踏上冒险的旅程。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的真实，以至于我们能够也真实的跟别人建立关系，
让我们经历你的真实，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也真实以对，在社会里面也向每一个人真实以对。上主，你的爱就是要我们真实的做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自己那一直跨不过去的事。求你来帮助引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来祈求，阿们。接下来我们来播一段影片啊。